各位同學你好，我係 Daniel 啊。如果你係升中五嘅同學，你點樣幫呢個7、8月期間裏面自己打好一啲嘅基礎咧？咁我哋其實覺得一個實戰經驗都比較重要嘅。所以如果你今個暑假能夠參加一個模擬考試嘅課程，將自己嗰個實力做一次檢討咧，我相信對你嗰個嘅即係準備會有幫助。咁如果你有興趣咧，我哋嘅 Math 6班咧就係一個咁樣嘅設計。咁至於常規課程方面，我哋繼續會係喺暑假上呢個效率同埋公平咧 Microeconomics 方面，咁歡迎咧現有同學咧或者新堂參加都可以。但係有一班比較特別咧就係 Math B 咧，就係我哋做咗個 Macroeconomics 宏觀經濟嘅預覽課程。其實呢個係一個領先課程嘅，因為學校應該未教。我哋想早少少咧，將一啲比較重要嘅課題嘅公式咧，教同學有一個即係印象。咁喺真正開學之後咧，其實即係處理方面會比較輕鬆啲，同埋會比其他同學咧可能會做得再好少少嘅。咁新同學方面，我哋都歡迎你參加我哋嘅 Math C 啦，因為嗰個係由頭開始教個 Microeconomics 嘅課程，咁你係可以追翻即係之前咧失落咗嘅進度。至於升中四嘅同學咧，我哋歡迎你參加我哋嗰個即係升中四嗰個嘅 Microeconomics 嘅課程，因為佢係一個預覽嘅課程，係將即係中四裏邊一啲嘅即係基本課題咧，令到大家有個初步嘅印象，打好少少底，咁亦都係令到自己係領先一步咧，即係俾人哋做得更好嘅。咁到時見啦。